早晨，早晨，咁多位觀眾網友大家好，我係 Benny Sir。早2日豪仔就正式向外公佈，嚟緊佢亦都會放時間、放心機、放資源，就去經營佢嘅 YouTube 平台。咁消息一公佈，馬上呢唔單止係話網上大媒體、報紙有跟進報導。好多網民亦都一呼百應，馬上就去豪仔嘅 YouTube 平台嗰度呢，就訂閱、留言同埋講好多支持、打氣、加油嘅説話，勉勵豪仔繼續努力，係嘛？即係勤力嘅人就必然呢可以行到一條康莊大道出嚟嘅。喺過去呢2個月嘅時間，網友們亦都係陪伴住鼎爺同埋豪仔去經歷緊呢一段時間大媽所搞出嚟嘅風風雨雨，而咁啱得咁巧，愛回家又要喺呢一個時間做到7月份呢就停止，咁網友們都好擔心啦，因為先前鼎爺都講過話個儲蓄見底啊嘛，咁要由豪仔一位呢就養起頭家。豪仔話搞 YouTube 固然之網友係支持，但係亦都少不免會有絲絲擔心究竟豪仔能唔能夠順利咁樣呢？就由一位幕前嘅演員過渡到去經營 YouTube 呢個世界呢？即係畢竟雖然嗰個成分上就有重疊，但係呢背後所做嘅工作又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一集就想同大家講一講豪仔搞 YouTube 有啲乜嘢優勢，佢嘅贏面又有幾大？而繼續朝住 YouTuber KOL 呢一條路去發展呢，佢又可以行得幾遠呢？有幾多可能性會出現到呢？咁喺呢一集就逐一同大家傾一傾。咁喺分析豪仔做 KOL 開台成唔成功呢一單事情上邊，首先我哋要睇咗個大潮流同埋小潮流先。咁大潮流係啲乜嘢呢？即係今時今日大潮流，我哋望望大台就知噶啦，就係做綜藝節目。咁綜藝節目點解係一個勢不可擋嘅大潮流呢？就係佢有別於劇集啊。如果你話拍劇嘅話呢，就要面對住乜嘢競爭對手啊？日劇啦、韓劇啦，係嘛？美劇啦，即係你要同 Netflix 咬手瓜。但係綜藝節目就唔同啦，本身係一定要地頭蟲即係本地人本地香港人做嘅綜藝節目先至會啱翻個河車，啱翻個口味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廣東話本身就係一條最強嘅護城河嚟嘅，所以我哋見到大台喺今時今日，佢主力宣傳嘅固然之傳統嘅台慶劇係嘛，咩新聞女王2呢啲固然之係焦點啦，但係我哋係見到近年嗰個方向係擺咗喺綜藝節目度，譬如中年好聲音係嘛，食完一季又一季，季季咧都俾人話做到厭做到悶，幾時收檔？但係大台就依然繼續做落去，廣告依然係有人冠名贊助係嘛。咁另外魔音女團啦，又係綜藝節目係嘛，仲有唱錢係嘛，又係綜藝節目，仲有啱啱咧爭啲講漏咗，就梗係女神計劃啦係嘛。咁一對男女演員葉倩文同埋曾展望係嘛，人氣急升，即係啲工作咧就多到咧排到滿一滿。坦白講，原先我就完全都唔認識呢兩位嘅，去到今時今日，可以話佢哋兩位咧就馬上爬到去二線頂啦。咁呢一個大潮流綜藝節目裏邊，邊一種類型嘅綜藝節目又係最受歡迎呢？就係真人 show。真人 show 唔單止係香港受歡迎係嘛，內地娛樂圈又受歡迎，英美加澳紐嘅娛樂圈都係受歡迎嘅。尤其係去到今日啦，我哋見證過太多人設崩壞見證過好多嘅演藝人令到觀眾又或者係佢哋嘅 fans 們呢都係失望。所以喺今日我哋係中意睇一啲貨真價實，佢嘅真人同埋私底下嘅生活要表裏如一。我哋要見到嗰個唔係人設係有血有肉嘅演員明星。咁喺真人 show 呢一個類型嘅節目裏邊，邊一種又係最受歡迎呢？就係成長型嘅真人 show。
我哋係希望嗰個真人 show 嘅主人翁呢越嚟越好，又或者係越嚟越進步，即係哪怕個過程裏邊係有挫折嘅，係會有笑有淚嘅，係會撲低咗，跟住又爬翻起身，最後可能係得到朋友嘅支持啦、家人嘅支持啦，佢再次去戰勝個逆境，大家係要見證到佢嘅努力同埋汗水呢，咁樣就贏得大家嘅尊重，係咪啊？簡單咁講，我哋希望有實力嘅人係被看見咯。我講完以上頭先嘅大潮流嘅因素啦，我相信網友們現在就已經明白到豪仔搞 YouTube 節目啊，已經係符合咗頭先我所講最重要嘅大潮流啊。因為喺大潮流裏邊，哪怕係做錯咗，都係錯住咁樣贏嘅。最怕呢，做人做事就係爬逆水嘅啫。即係等於有啲做開飲食嘅老行尊係嘛，我啊睇過篇訪問就講話有個老細就搞咗6-7間兩餸飯，原來佢自己本身呢就係經營開酒樓嘅，以前就有好幾間酒樓嘅，所以佢嗰個觸覺就好快脆，所以佢一見到人不想消費，馬上就明白到酒樓啊做唔住噶啦，所以就轉彎啊，急轉身就搞好多間嘅兩餸飯。第時兩餸飯有幾競爭劇烈就第時先算，至少佢呢頭嗰2年嘅頭啖湯就係佢食咗先。現在嘅豪仔就等於係喺娛樂圈、電視圈跳出嚟搞 YouTube 裏邊頭啖湯嘅人。或者有觀眾網友會問，唔係喎，好多做娛樂主持嘅，又或者係啲演藝人都有經營佢哋嘅社交媒體喎，都有經營 YouTube channel 喎，但係有一樣嘢唔同啊嘛，就係鼎爺同豪仔兩父子檔啊嘛，仲要鼎爺一路以嚟都係人氣高企，而喺呢一段時間裏邊，網民社會大眾一面倒撐豪仔，咁樣嘅配搭就真係頭啖湯嚟噶。而聽翻豪仔去簡介翻嚟緊嗰個節目方向，又已經得到可以話係大台驗證過啦，條路係行得通噶嘛。所以喺大潮流呢一個角度嚟講，就見到豪仔已經係順住個潮流行啊。講完個大潮流就要講小潮流啊，小潮流又係好緊要，因為就係嗰個入市時機啊。好坦白咁樣講啦，即係呢一次呢一個機會係嚟得好吊詭嘅。因為如果你話家和萬事興咁樣去搞自己嘅 YouTube 平台，其實就係最好嘅。但係好不幸啦，因為有大媽搞風搞雨做老土怪，從而令到鼎爺同埋豪仔呢就推咗上去個浪口位。一切嗰個爆發點，坦白講，其實係家醜嚟嘅。不過我哋唔好理，機會就係機會，我哋先講咗機會先。喺度我貼翻張圖出嚟俾大家望一望。我琴日見到豪仔嘅訂閱呢，都係2萬幾啊，2萬頭嘅咋。我現在呢個截圖就已經係35,500噶啦。咁跟住又要講一講，現在逢係有鼎爺同埋豪仔嘅新聞，就例必會推上報嘅。譬如夏威夷批評阿大媽嘅為人，又推上報。又譬如好似呢一張圖。莊思敏喺新城電台做節目啊，講一個風水玄學嘅節目，亦都會講翻豪仔同埋大媽，即係講解翻啊，揾啲師傅上嚟傾翻啊，點解啲孖生兄弟呢嗰個面相會係點樣啦，命運係會點樣啦，即係話呢一排呢，所有關於豪仔同鼎爺嘅新聞，大家都係好渴望去知道嘅。雖然呢個曝光嘅機會即係嚟得好無奈啦，但係機會就係機會，有機會就要把握，係嘛？我哋現在見到豪仔就係把握緊個機會。講完大潮流同埋小潮流之後呢，我又想講啊，除咗呢2種潮流之外，亦都有另外一種永恆不滅嘅潮流，即係一啲永遠都興嘅嘢啊！我所講嘅就係烹飪節目。烹飪節目從來都沒有過時過，即係由幾廿年前啊，方太教煮餸係嘛，李錦聯，又或者一個經典嘅例子啦，蔡瀾先生係嘛，佢一路咧都唔係寫開食評嘅，佢寫食評就可以話係帶起咗個風氣啊！
我哋知道佢百足咁多爪噶嘛，又電影監製啦，又喺報紙嗰度寫專欄啦，做好多幕後嘅工作啦。但係當蔡瀾寫咗以食評為主軸嘅文章之後，佢仿佛咧就係一個飲食文化人，衣食住行永遠都係永恆嘅話題嚟嘅，不滅嘅。而阿鼎爺又係呢一面嘅專家中嘅專家啊嘛，唔單止係話佢識煮，又教得明啲人點煮，明之餘呢，一路聽佢煮餸，睇佢煮餸，又有古仔聽，即係話成個真人 show 啦，我咁樣去形容啦，係不斷有冷知識呢，係貫穿成個節目嘅。呢一種擁有咁強個人風格特色嘅節目，其實唔係喺市面上咁容易複製到出嚟嘅。鼎爺做節目受歡迎，第一樣嘢係觀眾係網友尊重佢啊嘛，服咗佢啊嘛，而唔係話電視台方面監粗捧個人出嚟啊嘛。烹飪節目本身呢，就等於係萬年青咁樣噶啦，幾時買翻屋企擺都得，幾時睇都係咁啱睇嘅，係嘛？因為綠色植物啊嘛，所以大潮流又啱，小潮流又係而家嘅時勢，仲要講嘅係烹飪呢一個不滅嘅潮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鼎爺最耍家嘅其中一項功夫，可以咁樣講啊。21點呢，首先就派咗隻煙俾你噶啦。但係做乜嘢都好，紙上談兵係嘛，淨係講計劃就個個都識，個個都曉。尤其是我哋香港地係嘛，個個人個袋都有份計劃書嘅，個個人把口呢都啷過油嘅。我哋要睇一個人做唔做得成件事呢，就要睇佢有冇執行能力啊嘛。因此講完個大背景呢，就要講翻個人啊，嗰個質地做唔做到事，有冇責任心，能唔能夠擔當到。咁我哋見到啦，阿豪仔當日佢搞佢嘅立食燒肉店啊，我記得就應該做咗5-6年到啦。我估佢做完個租約完咗就算啦。我亦都分析相信豪仔呢喺個租約期裏邊就必然係賺錢嘅。如果每個月要蝕1萬嘅，基本上呢第2個月、第3個月就要落閘噶啦。因為勉強做落去的話，3個月、4個月就唔係每個月蝕1萬噶啦嘛，眼擎擎啊，啱唔啱啊？要你儲每個月1萬都難啦，何況真金白銀要蝕出去。所以我先至話豪仔佢經營方面呢，尤其是食肆啊，能夠維持到間鋪頭持續係有盈利貢獻嘅，咁佢就一定係有辦事能力嘅人嚟嘅。除此之外，亦都要分享一點，就係喺豪仔經營呢一間餐廳嘅時候，我哋冇聽到一啲消息，就係話啲股東啊因財失義啊，會為錢嗌霎啊，話呢一個出股話嗰個出股話，冇呢啲嘢，亦即係講。豪仔作為扯頭纜領頭羊嗰個人啊，佢呢就公私分明，錢銀交割呢一啲事情就清清楚楚，冇佔到股東嘅便宜。咁因為咁嘅緣故而敗壞家聲。因為好現實噶，你只要出蠱惑，俾人唱你，俾人鬧你呢，咁啲報紙媒體馬上做新聞呢，就會係講話李家鼎個仔點點點，就會咁噶啦。喺度我又舉個例子啊，一講大家明白啦。譬如就早2日啫，林以琪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直頭開名爆戴志偉，就話當年呢，佢同戴志偉拍對手戲嘅時候明明呢就係普通嘅親熱戲嚟嘅啫，但係去到埋位嘅時候，戴志偉喺當年呢就加料由普通嘅親吻鏡頭就變成係新嚟係好過分嘅。林以琪就喺節目裏邊就話戴志偉當年呢擺明就係恰靚妹，咁唔怪得知啦。戴志偉真係喺我細路仔嗰個年代諗翻起，新紮師兄佢又係做奸嘅，好多套劇集裏邊古裝都係嘅，佢都係做奸嘅。而家諗翻轉頭，即係唔係話冇原因嘅，幕後啲人多多少少都收到風。知佢個人係點樣，知係發生緊啲咩事噶嘛？做過衰嘢就爭在係幾時俾人爆出嚟嘅啫。
咁我哋睇翻，可以話豪仔自從佢喺美國翻嚟之後啦，入行拍戲啦，佢一路以嚟個人嘅質地係 OK 啊嘛，即係冇發生過一啲令到頂爺思明丟架丟面嘅事情係嘛，冇話拈花惹草識呢一個追嗰一個冇話咩鹹豬手，完全冇樣樣都冇。所以無論係個人品佢係正經啦，另外搞食肆佢亦都唔係話玩玩下，鋪頭持續做咗幾年，個租約完咗先結束，相信一直都係能夠帶嚟盈利嘅。潮流又啱，辦事能力又有係嘛，咁跟住就要講有冇競爭對手可以威脅到呢一對父子檔呢？去到今時今日，我哋成日都講AI 係嘛， AI 配音啦，撳個掣呢就有 AI 短片啦係嘛，又話嗰啲乜嘢短視頻啦，嗰啲短劇啦。只不過無論 AI 幾犀利都好啦，佢係唔能夠造星嘅，又或者咁講，佢係做另類嘅星咯。AI 佢可能有本事創作到個超人蜘蛛俠鹹蛋超人嗱呢一啲 AI 有可能會做到出嚟。試問一下，又點能夠複製又或者係創作一個頂爺出嚟呢？係嘛？頂爺喺馬術比賽，連啲老外係嘛，西部牛仔見到佢都驚嘅。年輕嘅時候又同李小龍傾過偈，玩兩招係嘛，大家相處融洽。煮餸揸菜刀又難唔到佢，呢一啲就唔係話你要捧一個老生，又或者係創作一個 AI 出嚟呢，就可以威脅到頂爺噶嘛。所以我反而會見到唯一豪仔發展 YouTube 事業上邊最大嘅可能性對佢有少少不利嘅係咩呢？佢係要趁住老人家仲有精神魄力係嘛，兩父子兩仔爺拍住檔拍住上，要趁喺呢一個階段裏邊盡量去索頂爺嘅料，去吸佢嘅料，去學習佢，成全佢嘅嘢。自己一個人學唔晒，叫埋老婆係嘛，細心抱一齊學，一齊去領會。咁樣的話，就算頂爺喺將來慢慢退下火線，慢慢要多啲休息嘅時間都好啦。咁豪仔同埋細新抱就依然可以發展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喺度話大話咁樣講豪仔喺佢 Say Hello 嗰條片裏邊亦都講過啦，就話有網民提議，喂，係咪可以嚟緊呢同其他大名嘅 YouTuber 搞聯播？咁相信所謂嘅大名 YouTuber 就必然係家樂邵尊呢一個級數嘅 YouTuber 啦。我想講嘅就係，就算豪仔搞聯播嘅時候，佢講鬼故佢都係贏人9條街噶嘛。相信佢由細到大聽啲靈異故事都唔少啦。仲有豪仔有一個即係做童星呢就冇得傾嘅，一定係先天嘅優勢嚟嘅，就係佢識得嘅演藝人識得嘅故事掌故就橫跨幾十年噶嘛。試問一下，同豪仔同輩嘅演員，有邊個可以見到劉青雲嘅時候嗌佢一聲 uncle 嘅係嘛？所以唔好睇輕咗豪仔嗰個潛力同埋爆發力講到嚟呢一度我都冇講到個 YouTube 平台以豪仔同頂爺個號召力可以揾到啲乜嘢嘅商機，我都唔需要講大家都諗到啦。即係以佢哋將來嗰個點擊啦、訂閱啦，唔係話佢哋直接去揾翻相關嘅客戶基本上必然有人主動去敲翻豪仔門噶嘛。反而有可能係豪仔要揀即係又舉個例去到大時大節係嘛，月餅咁先算啦。如果豪仔搞網店，經豪仔嗰個平台將啲月餅散貨出去嘅，咁豪仔係咪要好小心揀喂，你間工廠喺邊你唔可以突然間原來係啲噏得山寨廠，哇，嗰度啲衛生環境又污糟又邋遢，咁你又叫我呢個平台代理銷售係嘛？咁咪有鑊咪我咩？咁咪整衰我自己個招牌，咁唔得噶嘛。所以我估計到時唔係話豪仔去揾客嘅，一定係客揾佢嘅，唔係大名都未必做添我哋見到好多演藝人有時喺內地同一啲保健食品最易出事代言
就馬上瀨嘢都唔少嘅。就最近啫嘛，好似係上個月啦定上2個月我都唔記得咗。張小慧同阿李若彤啊直播帶貨嘅時候啊，又係推銷一隻國產就扮澳洲入口嘅保健產品，叫做優思益啊。跟住冇幾耐就俾內地嘅大電視台就踢爆咗。佢哋2位都要處理翻往後跟進嘅工作，唔知係咪需要退貨啊、賠錢定點樣，就唔係太清楚佢哋現在係點搞啦。咁講完個大潮流啦，亦都有講到豪仔本身嘅為人啦、意志啦、人品啦，係嘛？咁亦都有傾到現在為止，我未見到有任何嘅演藝人又或者係 AI 啊，可以威脅到呢一對父子檔。咁最後有一點呢，就一定要講啦，因為逢係做事呢，關於呢一點就不可或缺嘅，就係要有幫手啊，要有下手啊，唔係話一定要請到能幹嘅夥計，而係呢，將啲工作能夠外判，又或者係揾到一啲人呢，可以承擔到呢一份嘅責任，交到貨俾佢哋2位。須知道做 YouTuber 其中一樣呢，即係最耗心神嘅就係揾主題，其實就係創作啫嘛。咁我哋知道鼎爺同豪仔其實係幕前嘅人嚟嘅，幕後所有嘅事情一直以嚟電視台呢個分工就好仔細嘅，幕前嘅人專注喺個表演，喺個熒光幕之前就 OK 噶啦。咁當做 YouTube，當你要經營一個平台嘅時候，相信好多文書啊、行政上嘅嘢啊，又或者係剪接都可以由細新抱處理啊。但係當去構思一個大方向、大主題，譬如嚟緊呢一個烹飪節目，用呢一個形式去做，就每個禮拜更新一集嘅，咁可能的確呢，就需要一啲編劇編審嘅人才啊，去度一啲大綱出嚟，唔好睇少呢一部分啊。嗰個工作量其實係好大嘅。咁豪仔又有一樣得天獨厚嘅優勢啊，係嘛？畢竟就係圈中人，圈裏邊啲人邊個手貨得啊，邊個支筆得啊，豪仔知啊嘛。有一樣嘢即係好坦白講，TVB 係一個大機構嚟嘅。咁大機構呢，最常見嘅現象就係好多人喺裏邊匿埋啊，即係鬥份量啊，唔係話咁盡力做嘢啊。所有大機構啦，唔好話 TVB 啦，全部亦都有呢一啲現象嘅。咁豪仔打滾咗 TVB 呢一個圈子，呢個生態圈咁耐，相信佢亦都會一早就收到風呢，邊啲幕後人啊係有能力、有擔當、準時交貨、有好橋嘅。喺度我咁樣推斷啦，即係連幕後方面，相信豪仔亦都有把握啦。因此現在要做嘅事情其實就只有一樣嘢嘅啫，就係等阿鼎爺慢慢呢調理翻個身體，就養翻肥阿鼎爺先，係嘛，生翻啲肉出嚟先。咁呢一樣嘢我喺之前嗰一集呢都做過分析，就同各位網友講唔需要太擔心嘅。鼎爺之前講話個膝頭哥啊，因為可能係營養唔夠啦，變咗啲骨磨骨啦，話個膝頭哥會痛呢一件事情。咁我亦都貼翻啲相出嚟俾大家睇。當日思明女士喪禮呢，一位81歲嘅老人家行暗斜嘅時候，佢係雙手插褲袋嘅，可見啊鼎爺身體本身就好硬朗，同埋呢個平衡力亦都係好好。平衡力呢，對於上咗歲數嘅人嚟講就係冇得呃嘅。所以喺呢一集裏邊，我主要呢都係想展現翻，又或者描述翻啦，豪仔現在手頭上佢有啲乜嘢優勢，有啲乜嘢牌，而最重要嘅就係佢現在係唔係順應緊大潮流，都係嗰句啦。喺大潮流順住嚟行，哪怕係跌一跤又好，跌2跤都好啦，都係會，就算係錯啊，都係賺住嚟錯嘅。所以喺度亦都網友們唔需要話太過憂心，豪仔能唔能夠搞起個 YouTube 平台？我相信豪仔現在係順住個勢去建立佢嘅事業嘅。咁呢一節嘅分享就同大家傾到嚟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收聽，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拜拜。